分的我方法用错，上不去，外语上不去，我考来考去，考来考去，才过4级，脑容量太低，连我自己都嫌弃，我冲击牛津，冲击哈佛，全都没戏，上不去，高3上不去，你多少年来只看成绩，不管兴趣，国外的教育重视个性和能力，我建议借鉴好的经验，咱们吸取，上不去，高3上不去，我学习学到昏天黑地，丢了自己。